克兰甲俄罗斯为实际战场战到线顶的自信战，甚至不断来传出讲，俄罗斯的国营媒体一直用大内宣的方式来洗脑，合理化俄罗斯侵犯着乌克兰的行为。也毋过昨，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有一个女编辑，无愿意搁来做国家宣传的机器，伊摕着大字报冲入去，当咧直播的新闻的摄影棚来示威抗议，要求俄罗斯的民众莫搁相信国营媒体咯，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另外，这个英国、法国的反战的人士，甲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嘛拢出面为反战出一份的力量。俄罗斯官媒新闻直播的现场，向有一位小姐撞入去，一位金头装的小姐也反战示威的标语搁发口号。详细一看，伊手顶的标语写俄罗斯文，搁有英语，是写莫相信宣导，因当咧对你讲白贼，俄罗斯人反对战争。虽然主播无受影响，继续报新闻，不过经过直播乱流了后，画面嘛随风切断，迄位反战的小姐嘛随后警方抓起来。实际上，这位日去两片小姐是这间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编辑，伊敢若早就做好无法度转来准备，已经有先录影片来声明。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Ukraine is a crime, and Russia is the aggressor countr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ggression lies on the conscience of only one person. This man is Vladimir Putin. 俄罗斯的媒体无愿意做国家宣传机器，和乌克兰的总统真感动。Правду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реальные факты своим друзьям, своим близким, родным. И лично той девушке, которая вошла в студию Первого канала с плакатом «Против войны». 另外一边，伫英国伦敦，既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以解放为名向乌克兰开战，英国反战人士同款以解放为名，接领属于普京亲情俄罗斯好野人德里帕斯卡的合体。另外，伫法国反战人士也乌克兰的国旗，直接证领普京2查某囝的海岸白装，甚至搁甲送换掉，拍算甲伊变做乌克兰难民避难所。反战的声音伫各地开会，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嘛来参加。伊透过 Twitter 向普京下战书，讲要订高机，而且都是要博乌克兰。实际上，这嘛毋是马斯克头一摆甲俄罗斯呛声，像俄罗斯之前为着要反制裁美国，都要威胁讲要甲 NASA 美国太空人等伫外太空。当时马斯克第一时间就讲，若是俄罗斯甲伊等伫外太空，安尼我就派出 SpaceX 的火箭去甲救。针对普京反战的声音，自国家、民间、各个企业世界拢有。普京敢真正听入去？相信全球拢来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